张甲南亚宣布合作的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，今仔是表示讲，伊无考虑伊个人哦，望讲互老百姓会当安心。伊讲要少年人投互国民党哦，确实是真困难的代志。赖清德今仔嘛批评拿白合是权力的分配，根本无甲百姓看伫眼内。郭文哲家己表讲哦，美国在台协会有要求伊解释讲，中国敢有介入拿白合。赖清德是批评讲，美国若是无证据，应该袂安尼问。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早起发布多元族群文化政策，正常传出民众党部分区立委名单要列入大陆配偶齐春英原有参与，不过外界也是关心若白整合达成共识，双方同意以7天至17天现有的民调来决定胜负，和平赢的支持者无法度接受，认为规则对郭文哲不利。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看过民调的都是柯文哲赢啊，所以为什么大家要有信心呢？要有信心，柯侯配会赢啊，让老百姓可以心安哦。一些小小的退让是可以的，不过我会知道哦，年轻人要叫年轻人投国民党就困难了，这个还要用力说服才有办法。郭文哲讲出宁波的原因是为了回应超过6成，希望政党轮替的民意，也坦白讲会靠向郭台铭放下个人，整合所有的在野力量。 在野势力都可以来谈，重点是大家怎么样去整合。你今天整合出来的人选，到底能不能够去胜过赖萧配？在野伫拼整合，民进党赖清德表示，若白硬斗做伙，要搁分权力，无民主精神，批评两个唔对的人，政治是无两个唔对的人会变对的代志。伊的竞总本来就设定1对1对战，有信心会选赢。 当时，阁请郭文哲泄露 AIT 敲电话询问拿白合是不是有中国介入，无外交训练。美国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不会询问柯文哲啦。倒是比较罕见的，柯文哲竟然公开的在电视上把它讲出来，违反国际的外交惯例。以 AIT 的立场打电话来问是正常的，因为这个本来就要，既然美国是台湾重要盟邦，一定要维持 良好关系、良好沟通。对于郭文哲讲，美中拢介入台湾选举 ，AIT 是回应讲，美国伫台湾的选举未选挖倒一边，会尽力公平对待所有的参选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